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讓我哋喺風雨之中，我哋向主祈求，求主喺當中保守同埋祝福。宣召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哋還跟從誰呢？讓我哋一齊用認罪文嚟開聲祈禱話：最慈悲的上帝，我哋承認在思想、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，應做的不做，不應做的反去做。我哋沒有盡心愛你，也沒有愛人如己。現在我哋痛心懊悔，求你憐憫我哋，為了聖子耶穌基督，要恕我哋，使我哋樂意遵行你嘅旨意，歸榮耀給你嘅聖名。阿們。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，藉着我哋主耶穌基督，饒恕你哋所犯嘅罪，增加你哋行善嘅力量，並且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。阿們。主啊，開我哋嘅口，使我哋能用口讚美主。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將來也這樣，永世無盡。阿們。讓我哋用啟應嘅方式嚟啟應詩篇119篇第129到136節。詩篇119篇第129節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生謹守。你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，使愚蒙人通達。我大大張口，呼吸急促，因我切慕你嘅命令。求你轉向我，憐憫我，就像你待那些喜愛你名的人。求你用你嘅願意，使我腳步穩健，不用罪孽轄制我。求你救我脫離人的欺壓，我要遵守你的訓詞。求你使你嘅面向僕人發光，又將你嘅律例教導我。我的眼睛流淚成河，因為他們不守你的律法。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起初這樣，現在也這樣，也這樣，永世無盡。阿們。請聆聽第一次嘅經課，記載喺《列王記上》第3章第5到12節。《列王記上》第3章第5到12節喺舊約聖經470頁。在基篇，耶和華夜間在夢中向所羅門顯現。上帝說：你願我賜你什麼，你可以求。所羅門說：你曾向你僕人我父親大衛大施慈愛，因為他用忠誠、公義、正直嘅靈行在你面前。你又為他存留大慈愛，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王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樣。現在耶和華我的上帝啊，你使僕人接濟我父親大衛作王，但我是幼小的孩子，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。僕人住在你揀選嘅百姓中，你百姓之多，多得不可斷，不可數。所以求你賜僕人善於了解嘅心，去判斷你的百姓，辨別是非。不然，誰能判斷你這麼多的百姓呢？所羅門因為求這事，就蒙主喜悅。上帝對他說：你既然求這事，不為自己求壽、求福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嘅性命，只求能面辯，可以聽從。看啊，我必照你嘅話去做。看啊，我會賜你智慧同埋辨別的心。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後也沒有興起像你的。
這是上主的道。感謝上主。今日第二次嘅經課係記載喺羅馬書第8章26到39節。羅馬書第8章26到39節喺新約聖經236頁。同樣，我哋嘅軟弱有聖靈幫助，我哋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，但係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嘅嘆息替我哋祈求。那監察人心嘅知道聖靈所體貼的，因為聖靈照上帝嘅旨意替聖徒祈求。我哋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，要愛上帝嘅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為他所預知的人，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，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他所預定的人，他要召他們來；所召來的人，他又稱他們為義；所稱為義的人，他又叫他們得榮耀。既是這樣，我哋對這些事還要怎麼說呢？上帝若幫助我哋，誰能抵擋我哋呢？上帝既不顧惜自己的兒子，為我哋眾人捨了他，豈不也把萬物給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哋呢？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嘅人呢？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，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復活了，現今在上帝嘅右邊，也替我哋祈求。誰能使我哋以基督嘅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嗎？是困苦嗎？是迫害嗎？是飢餓嗎？是赤身露體嗎？是危險嗎？是刀劍嗎？以經上所記，我哋為你嘅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哋如將宰的羊。然而愛着我哋嘅主，在這一切嘅事上，我哋已經得勝有餘了。因為我深信，無論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權能的，是現在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深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哋與上帝嘅愛隔絕。這愛是在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裏的。這是上主的道。感謝上主。今日第三次嘅經課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13章31到33節，同埋44至52節。馬太福音第13章31到33節同44到52節，喺新約聖經21頁。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佢哋說：邊個好比一個芥菜種，有人拿去種在田裏，它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，等到長起來，就比各樣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樹，而是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子築巢。他又對他們說另外一個比喻：天國好比麵酵，有僕人拿來放進三斗麵裏，直到全團都發起來。44節，天國好比寶貝撞在地裏，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，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這塊地。天國又好比商人尋找好的珍珠，發現一顆珍貴嘅珍珠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嘅，買下這顆珍珠。天國又好比網撒在海裏，聚攏各種魚類，網一滿，
人們就把他拉上岸，坐下來，揀好的放在桶裏，不好的丟掉。世代的終結也要這樣。天使要出來，把惡人從義人中分辨出嚟，丟在火爐裏，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。耶穌話：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？他們對他說：明白了。他對他們說：凡萬事學習做天國嘅門徒，就像一個家嘅主人，從他庫裏拿出新的同埋舊的東西來。這是上主的道。感謝上主。讓我哋低頭祈禱，用我口中嘅言語，弟兄姊妹們嘅心懷意念，都蒙天父上帝悅納。過去嘅幾個禮拜，我哋都一直喺度思想緊麥子同埋雜草或者稗子嘅一個比喻，喺當中都係提醒我哋喺屬靈生命裏邊或者個人嘅生命裏邊，我哋都要去成長。而呢個成長唔係單單自己同自己嘅關係，也是自己同他人、同教會，甚至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嘅聯繫。盼望喺呢一個嘅成長裏邊，我哋能夠得到豐盛嘅生活。喺今日福音書裏邊呢，我哋就讀到耶穌用咗7個嘅比喻去講天國。喺天國裏邊，我哋知道上帝嘅話係當中絕對嘅權柄，或者簡單嚟講，天國就係上帝話事。但係天國係一個好貴重嘅一個地方，係值得我哋將所有嘅嘢放低，甚至係變賣，為咗得到天國。不過喺天國裏邊，我哋係咪事實能夠有呢一個嘅體驗，或者呢一個嘅看見呢？所以耶穌喺13章52節裏邊就講到，凡係做萬事要做天國嘅門徒嘅時候，就好似一個嘅主人將屋企裏邊所有嘅寶貴嘅，無論係舊嘅，無論係新嘅，都要去分別。耶穌唔係話舊嘅就要掉咗佢，新嘅就要保留，係反而要提醒我哋，如果作為一個萬事，佢要成為天國嘅門徒嘅時候，佢重新要去認識到底舊嘅是否值得留低，以至佢能夠承受天國；而舊嘅是否能夠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好好嘅使用。或者簡單嚟講，耶穌係希望天國嘅門徒能夠將舊嘅變成新嘅嚟使用。無論我哋嘅傳統，無論我哋嘅習慣，無論我哋嘅信仰，都能夠喺此時此刻裏邊，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應用活出，成為祝福自己，也成為祝福他人嘅智慧知識。求主幫助我哋。讓我哋一齊起立，我哋一齊用使徒信經來承認我哋嘅信仰。我哋同聲話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是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嘅獨子，因聖靈嘅能力成人，由聖女瑪利亞所生。他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壓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死、埋葬、降至陰間。第三天復活，升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。他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義公的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哋同在。願主也與你同在。我哋一齊用主耶穌教我哋嘅主禱文，一齊開聲話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
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天賜給我們，饒恕我們的罪，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拯救我哋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都是你的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求主拯救你嘅百姓，賜福給你嘅兒女，治理他們，扶持他們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我哋天天稱頌你，我們永遠讚美你的名。求你保佑我們今天不犯罪。求你憐憫我們，憐憫我們。求你向我哋顯出慈愛同埋憐憫，因為我們信靠你。主啊，你係我們的盼望，我們的盼望就永不落空。本主啊，祝問上帝啊，凡倚靠你的人，你必保護；凡離開你的人，就沒有力量，也不能勝劫。求你多施憐憫、治理、引導我哋，使我哋能夠度過短暫嘅今世，不致失來世之福。藉賴我哋主耶穌基督而求，聖子和聖父、聖靈，唯一上帝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權，永世無盡。阿門。讓我哋繼續祈禱，求平安禱文。至聖嘅上帝，一切聖潔嘅心願、正直嘅意念、公正嘅行為，都是從你而來嘅。求你將世上不能給嘅平安賜給我哋，使我哋能夠專心奉行你嘅旨意，並且因倚靠你，不怕仇敵，可以安居樂業。亦都是靠着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。阿門。求恩又禱文。全能永生嘅上帝，你已經帶領我哋平安到新嘅一天。求你保佑我哋今天不犯罪，又不因困苦所壓倒，引導我哋，使我哋所做嘅一切都能夠成就你嘅旨意。你都是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教會使命禱文。永生嘅上帝，你曾差遣你嘅愛子來到人間，宣告上帝憐愛世人同埋天國來臨嘅好消息。求你幫助我哋，一方面為基督做見證，引人跟隨他進入你嘅國；一方面又致力改善社會，使你嘅國早日完全實現。阿門。我哋繼續低頭祈禱，天父，我哋為咗香港正面對呢一個打風嘅影響，求主你看顧仍然喺風球之下要工作嘅人，佢哋都有主你嘅保守同埋看顧。更加求主你喺當中裏邊，都讓我哋喺風球裏邊有主所賜嘅平安，有主你嘅保守。我哋將一切都恭敬交託，放喺主嘅手裏邊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。阿門。讓我哋一齊用感謝文，一齊開聲禱告話：全能嘅上帝，賜萬恩嘅父，為了你對我哋和對萬人嘅良善慈愛，我哋誠心感謝你，我哋讚美你，因為你創造我哋，保護我哋，並將今世各樣嘅福賜給我哋。我哋特別讚美你無比嘅愛，藉着耶穌拯救世人，並賜給我哋受恩嘅方法和榮耀嘅盼望。求你使我哋認識你嘅恩惠，能真誠讚美你，不但在口頭上，也在生活上，奉獻自己為你服務，一生行聖潔正義的事。亦都是靠着我哋嘅救主耶穌，願尊貴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永世無盡。求運禱文。全
能嘅上帝，你賜恩使我哋在這個時候同心禱告。你曾藉着你嘅愛子耶穌基督應許話：若有兩三個人奉你嘅名聚集祈禱，你必在他們中間。現在我哋心所願、口所求嘅，若是對我哋有益，求你成全，使我哋明白你嘅真道，得享永生。阿門。我哋一齊用聖保羅祝文彼此祝福。願主願主耶耶穌基督穌基督嘅嘅恩惠、恩惠、上上帝嘅帝嘅慈愛慈愛、、聖靈嘅聖靈嘅團契，團契，常與我哋眾人同在。阿門。我哋一齊接受上主嘅祝福。願全能嘅上帝、聖父、聖子、聖靈賜福俾你哋，保護你哋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請起立，我哋要頌揚主，感謝上主。我哋安靜。